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8月28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卢尚如。新闻头起先来关心昨的地震哦。早暗9点11分，宜兰近海发生瑞士规模6.0的地震，深度是112公里，属于中暂地震。气象署指出，不排除伫咧3天内会有规模5以上的地震尾。 国家级别警报一直响，水族箱内面的水又加强要走出来。而即暗9点11分，宜兰县近海发生规模6.0的地震，全台湾拢有感觉。翕宜兰平原的镜头也摇摇晃晃。现在正在进行当中。 是，而且越摇越厉害。现在裁判也把比赛给叫停了。在台北市天母球场的中华职棒比赛拍到一半，也因为地震暂停。根据气象署的资料，这边震央是伫宜兰县政府东北边22.1公里的宜兰县近海，深度112公里，算是中暂地震。宜兰县贵人市、台北市、新北市、甲桃园市拢发国家级警报。气象署讲，这边地震是独立事件。它是由2个板块碰撞的雨沫带造成的，因为它这一次比较深，所以呢造成的震度相对的比较没有那么严重，不过也还是让北部有达到4级的震度。台北捷运邦南线也因为地震紧急停车，我刚在巡检过了后，包括台北捷运、台铁甲高铁拢无异常汇报。 气象署讲，这边地震离都会区较晚，可能有盲点。一寡所在可能先感受到地震了，才受到警报。宜兰离震央较晚有4级，其他真侪所在上大震都是3级。台北市信义区因为土较松，要到4级，也比台北其他区域要搁较久。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喻好了，一个比较硬的岩层跟一个在类似果冻上的物体，果冻上摇晃的情况一定会摇得比较久。 那我们信义区，它当然不是真的用果冻，但我只用比喻，所以它会相对摇晃时间比较长一点。气象署讲，侵占地震的地震尾一般拢无多，不过也无排除伫3天内可能也佫有规模5到5.0的地震尾。因为这边震央加鼓山岛正晚，所以大家伫咧担心鼓山岛火山。但是火山活动一般拢是较浅层，也就是10到20外公里深的地震活动较有关系，所以鼓山岛未受到这边地震的影响。 而且台湾2个大活火山，包括鼓山岛加大屯火山，拢有严密的监测，这摆状况拢正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哦，今日的气象署有针对全台湾11个县市发布高温资讯，真侪县市拢会热到36度以上，亲像新北、桃园也有机会升到38度才热。咱来看温度。 今日日头偏东风，正风的华东地区、恒春半岛可能会落地渐阵雨，也是雷公雨。另外，大台北山区、东北部嘛会落一寡雨，那其他的所在是侪云到好天哦。也毋过，亲像中南部、北部山区，过冬有可能会上大雨。在气温的部分，今日各地拢是高温，普遍是32至35度，是不止啊烧热，所以民众都要注意，唔通伫日头下晒甲伤久。 伫咧美国亚利桑那州有严重的红背山，这土山是高到那一倒壁，范围有几若公里长，宽度也几若百公尺。规个城市是安尼硬碰碰，包括凤凰城在内的区域，有超过55000户失电，机场的废零机嘛拢停飞。凤凰城的监视器翕到刷电波来的时阵，一开始远远看到一寡土沙伫咧天顶，尾啊愈来愈大片，真紧就变做沙墙。 这个时阵，外面就黑暗暗，所以又搁落雨，规个挖过来过程速度真紧。亚利桑那州几个城市离个发生沙尘暴，包括凤凰城在内的城镇有超过55000户停电。凤凰城的天江国际机场航班也被迫停飞，航班的时间前差不多15到30分钟。 伫美国西南部的热天雨季，常常发生沙尘暴，强烈对流产生向下的气流，以时速80到129公里的速度冲到地面，结果向外弹开。若是风经过土沙较侪的沙漠地区或者是农产区，就会甲土沙卷起来，再沿路行。这种沙尘暴也叫做哈布风。That hit the ground and spread out with 50 up to even 80-mile-an-hour wind gusts. And that moves across the ground, picks up all this dust, and then that just continues on. So it can generate this big wall of dust that we do call haboobs. 另外，人若使用这块土沙，可能对身体有危害。These dust storms are picking up a lot of that loose dirt that's on the ground. A lot of times from farmlands, which might have some chemicals
laid out over them, so it's picking up all this all these chemicals, these fine chemicals that may have been sitting there, and then if you start to breathe that, you can develop some sicknesses. 伫内华达州乌石沙漠的火人祭现场，土沙也正大，风正透，工作人员挂服务镜甲水暗固定布棚。国家气象局对这个地区发出电波警报，有这沙尘落的速度会达到时速48公里，上强的风速会超过时速72公里。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再来带乡亲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报纸，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因应中国军事规模直直扩大，即马传出美国国防部有拍算礼拜联络员来台湾，加速无人机领域的合作。再来看《自由时报》，台北市政府长宣布要甲公馆圆环拆掉，然后甲公车的地下专用道屯好平。9月13就要动工，甲这7个路口来改造12路口，按算是11月下旬要完工。再来咱看《联合报》。高检署侦办台积电2奈米核心关键技术泄密案件，查出台积电前工程师去日商公司正透露了后，透过台积电2个工程师偷摕参数的资料，将3个人防照违反国安法，也有营业秘密等罪来起诉追究动刑。行政院昨有公布内阁改造的方案，有4位部会首长落任换人，其中卫福部长是由赵宗良来接。另外，头一任的运动部长是由奥运金牌李勇来接，伊嘛伫咧面册表示，会延续运动员勇敢挑战的精神，和台湾运动的顶级发展。有句话说啊，既立当即天下立。我认为我们都是只求为国，不求名啊。回应外界关注多日的内阁人事改组，行政院长杜英台针对有16人的内阁移动特别点名，4位即将离职的部会首长表达感谢，包括国发会刘敬勤主委、经济部郭智慧部长，还有数发部王彦南部长，还有这个卫福部邱泰源部长，他们是为我们国家整体的发展奠定了相当雄厚的基础。以后见面的机会可能少一点，我们这个都很自然的调整啊，自然调整。昨天不是说办公室没有啊，我现在也还没打包。对离开亲像看甲真开，赴台湾任内最后一摆出席立法院，中央党团协商强调表示，家己无管什么角色拢会当为国家奉献。改造名单中，卫福部长会由现任健保署长赵宗良接任。现任疾管署长曾金雄担任处长，另外行政院秘书长龚明鑫接任经济部长，国发会主委会由前中经院院长叶春显出任，塑化部长由现任处长林基敬接任。名单中也有体育人，原民会副主委会由前棒球选手陈其新接任。两届奥运羽球金牌得主李勇是运动部长。李阳李部长是一个很优秀的选手，羽毛球选手，那也得到运动界运动迷很大的这个支持跟喜欢。那我会祝福他加油。运动部的困难恐怕不会比那个奥运金牌还来得更容易了。李勇也透过并且以标题新的旅程初心无变发文，强调家己袂一个人拼，相信专业领航团队治理。会延续运动员敢挑战的精神，就任了后，以落实全面运动，到底基层培育等6大重点为方向，和台湾运动向顶面也向下面拍基础。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经过大罢免了后，民进党内伫咧检讨，就有人讲这问题是出伫咧党团总调郭建明。立委王世坚就讲，这郭建明都爱在正题，因为郭建明伊本人伫咧出席党团协商的时阵是无记者回应。我今天在这里不会做进一步的发言，我所要讲的全部在脸书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谢谢。总刚会觉得很委屈。谢谢。面对被逼宫的议题，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调郭建明参加党团协商协调部员家讲，罢免结果是伫民进党党内一直有纠结的声音。立法院民进党党团干部也出请辞调，立委也连日一直批评郭建明。林淑芬批评党团加做意见长，郭国文批评郭建明对破坏现金议题集团性质。郭建明是伫面册铺文附承担代表的相片，写本次动建生，象征和太极大罢免是倾尽一切可能，和国会过半何处之有？柯总召能够审时度势，知所进退，他的回复不要再是
谢谢指教，而应该是谢谢收看。好看嘅点也是上大战犯郭建明，也和共同体会王世坚讲大会爱知所进退，毕竟嘅意思是真大。在遐是批评民进党抓战犯，推软啊，唔敢批评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倒形态。内阁全面重新改组，而柯建铭委员也应该知所进退，负起政治责任。这是我在7月26号晚上所说的话，我的想法没有改变。不要只聚焦个人，民进党团大家坦率的来讨论意见，我希望都是着重于制度。国民党是限制党主席选举问题，朱立伦真侪摆发声台中市长罗秀贤，不过罗秀贤表态无负责任。现代宾有立委罗志强、前立委陈立文等人拢表态参加，不过传出党内甲基层对竞选议员表达烦恼。未来新的团队，第一，我们一定要跟社会主流民意相结合。我们必须是党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要跟台湾主流的民意相结合。我们同时蓝白合不能改变。朱立伦强调，在任期最后阶段会全力以赴，也提醒未来新的团队一定要甲台湾主流民意相结合，若别合免改变，若团结就会胜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国际新闻，咱来看美国浙大开学就发生抢案哦。最近上新的消息就指出，明年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一间天主教学校发生抢案，包括开枪的嫌犯在内，是造成3个人死亡、17人受伤。总统川普是下令全国降半旗，那联邦调查局嘛已经展开调查了。I thought it was just something, then when I heard it again, I just ran under the pew, and then I covered my head. My friend Victor saved me though, cause he laid on top of me, but he got hit. I was 2 seats away from the stained glass windows. I think I got gunpowder on my neck. 这个读圣母领报天主教学校小学5年加10岁囡仔，无偌久之前拄到政治玫瑰头壳顶，伊刚边听到庆声的经验。Shooting through the windows, he struck children and worshippers that were inside the building. The shooter was armed with a rifle, a shotgun, and a pistol. The sheer cruelty and cowardice is absolutely incomprehensible. The coward that shot these victims took his own life in the rear of the church. A manifesto that the shooter had timed to be released on YouTube. This manifesto appeared to show him at the scene and included some disturbing writings. That content has since been taken dow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FBI. 联邦调查局已经就国内恐怖主义，也有针对天主教徒的受婚犯罪立案调查。美国总统川普下令所有政府大楼降半旗，一直到礼拜。8月27日，明尼苏达州明尼亚波利斯市南边一间天主教学校，在开学季的第一礼拜就发生枪击案，造成重大死伤。凶手也是死者之一。警方讲，枪手23岁查甫人魏斯特曼是一个人作案，之前无犯罪资料。当局讲，所有受伤的囡仔应该拢无性命危险。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另外，各大药厂卖药啊，伫咧美国卖的价数是比其他工业化国家更较贵哦。这就互川普是真不满。川普就讲要对这药的产业来扣250%关税，就要逼药厂卖药啊，互美国的价数就要降价。根据美国制药业的资料，当地处方签药物的价数比其他的已开发国家较悬。川普前一个总统任期内，两大政党拢有提出要求药厂都要降价的法案，不过到尾拢无通过，造成一寡挖苦健保的民众无法度负担正贵的药物。This went on for 25, 30 years. And I invoked favored nations. I said, I want to pay the same as they're paying. 川普政府这项药价政策是针对中价收入民众的联邦医疗补助 Medicaid。川普5月签署第14297号行政命令，在7月底发函予17间跨国大药厂，要求业者降价幅度要有1400%至1500%中间，期限是9月29。安尼无要对这药厂输往美国的药品扣250%的处罚性关税。内阁会议另外一个互人关心的话题是由联邦暂时接管华府治安，并动员国民兵部队支援执法。川普伫会议讲，伊指定华府应该搁再执行死刑，通合作重大犯罪。If somebody kills somebody in the Capitol, Washington, D.C.,
we're going to be seeking the death penalty, and that's a very strong preventative. 华府的死刑法规伫1972年去予联邦最高法院裁定违宪，搁伫1981年由区议会决议废除。尾啊，恢复死刑的提议虽然也有提出，毋过拢去予人否决。但是美国其他50个州有23个已经废除死刑，其他27个州保留，毋过其中包括俄亥俄、奥勒冈、加州、宾州，拢因为州长停止签发死刑命令，实际算是废除死刑。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咱做回来看世界。美国指控印度要伤济罗西亚石油帮助到俄战争，所以印度去和美国扣50%的关税，是国际上悬的关税之一。也毋过，印度总理目的态度是真的，讲会互业者帮助替因的产品找出路。虽然印度北部查摩地区是直直落大雨，真侪所在淹水，有一条印度教神庙雕成的路线附近甚至崩山，尚无30条人命无去，官方嘛发布警告，要求民众爱留伫咧室内。虽然韩国国会昨通过法案，禁止全国的学生伫咧上课的时阵用手机，还是其他的数位电器。韩国推动这项法案来管理学生用手机的问题。法案是对明年3月要开始实行。镜头转到国内，去年底台北港甲发生命案，一个越南籍的受刑人甲马来西亚籍的受刑人拍死。即马互人质疑讲，这港的管理是有疏失。也毋过台北港甲表示，因两个人无熟识，拢会晓讲华语，安排关伫咧港境是无问题的。经过交警署调查了后，初步嘛认定港甲无违失。因为毒品案件入监服刑的马来西亚籍受刑人被同舍房的越南籍狱友徒手殴打致死，但两人的同房时间其实还不到24小时。到底什么原因拍死人？检方已经介入调查。不过去年这件案件，动手的越南籍受刑人犯杀人等罪入狱，有真侪改步的记录，也互甲方的帮社安排甲相关管理，互人控告有缺失。事后的处理方式也互人质疑隐瞒暗号。配房有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就是说这两个绝对不能有一些仇恨嫌隙在。他们两个不认识且都会中文，沟通不会有问题。这是最主要的，所以说不让他独居，就两个在一起。初步了解啊，北监处理过程上不当。北监回应配房无违反规定，矫正署调查了后，初步判定甲方无疏失。即摆检方嘛介入以杀人罪嫌侦办，不过矫正机关状况真济，北监捌发生受刑人叫人性侵，检察院纠正北监管理失当，法监嘛捌野出受刑人相拍，台东当先加价要受刑人提笔攻击护理师。你如果能够先解决超收的问题，你就不会有我刚刚讲那些便宜措施发生。我不用把所有外国人都塞在一起。监狱里面本身没有一个所谓我们讲通译或翻译的职位，那他在管理上面他会需要这些受刑人，等于说大家自立自强。民间提出建议，各方伫配房的规划爱更加注意，更加爱降低介护比，才会当更加紧掌握突发状况。到目前为止，各加价的外国籍收容人拢总有1409人。记者采访报道。虽然云林警方今年6月接到检举，有一个马来西亚的查甫人伫咧云林高铁站退真侪张车票来换现金，有洗钱的嫌疑。目前人是去互法院声押，高铁嘛拍算要来收该退钱的机制。另外，屏东的警方嘛查到诈骗集团拢走去校园内底 ATM 领钱，目前是有掠到17个人。查甫人来高铁云林站的柜台手提10个人的车票，要办理退票。全部退吗？也是实际全部退，好，一样也是退24,800元哦。警方嘛锁定这查甫人，甲伊押解逮捕，随查扣现金这个证物。云林警方伫今年6月底接到检举，有一个马来西亚籍的查甫人伫云林高铁站大量退票换现金，顺线对查出有诈骗集团，先用4名被害者的个资，以中奖必须缴纳手续费的理由骗其他被害人，尾下佫以4名被害人的名义，购买10张南港到左营商务舱的票券，再佫用退票的方式诈欺甲洗钱，并以台湾Pay的方式进行付款，而此付款方式会产生 QR code 2维条码，这些被害人
再扫描 QR code 进行付款。警方依照组织犯罪条例、刑法的强权诈欺加处财洗钱防治法加查某人羁押核准，高铁嘛以声明表示，随检讨并修正相关退票的付款机制，6月27取消台湾配付款的选项，嘛修改票务退款机制。另外，伫屏东是查到姓黄的查某人带头的诈欺提领集团，因为着闪诈欺，锁定大学内底的 ATM 提领钱犯案。因为毕竟校园自主的关系，往往警方要执行校园内的巡逻，都要做通报跟学校的允许啊。警方比对分析，发现今年4、5月车手集中伫大学校园甲周边的 ATM 领钱，累计1月到7月有552笔，数量明显偏悬，而且校园变作犯罪所在，对校园甲学生囡仔安全会造成影响。校表示也会提高警觉。掩饰面容者，就疑似可能是车手，那我们就会去关心。屏东警方为4月至7月发动5解行动，查到17个嫌犯，其中有11个人经过法院裁准收押，嘛持续伫监控校园周边领钱的数量，伫7月份已经降到0，嘛阻止校园偷领的事件。记者采访报道。因过坐高铁摕对号车票的人，会当提早去坐别台车的自由座，也毋过安尼就造成这本地对号的位都无人坐，所以高铁对11月初10开始，就要求要提早坐的人上车进前，就要先换车票。高铁各车站打出公告，请买对号车票旅客照指定时间来坐。高铁正式取消提早坐车春秋机制，即摆为方便对号座旅客行程临时调整，提早到站应坐其他班次自由座。毋过观察这现象愈来愈多，造成原班次座非浪费，也影响自由座的坐车品质。可以弹性的话，那当然是最好啦。但是如果规定的话，就习惯就好了，就注意一下就可以了。有时候就没地方坐。有时候很满这样。这样还不错，变得比较有秩序这样。高铁正式考虑坐车品质加速旅客权益。11月70开始，各车站每个受理人工方式协助对号座旅客提早坐车，若需要提早进站，按照规定先换票，目前是宣导期。学者认为，这架高铁进程释出，明年开始规划伫超尖峰时间推出指定车次照自由座的卖票机制，同款拢是要控管自由座品质。不过，旅客行程改变是难免，也要注意配套。旅客为了要完成他后续的行程的时候，需要这样换票的时候，如果不方便，可能对旅客来说也有一些不便利，所以可能在试办期间，可能也有一些分析去了解说这样子后续要怎么优化。学者表示，新措施的效果也是有限制，因为尖峰时间旅份需求已经超出负担，根本解决也是要等到新车到位，新车无导致营运进程，也透过继续优化班次、高效调度列车真正方式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今年1月，有民众去南投爬山的时阵，发现大丛的松梧新木去互山鸟鼠偷草，随通报予林业所在。警方最后是抓到23个人，其中有5个人是越南籍的非法移工。专案是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这个月提起公诉，相当会当判10年半，罚2000万。越南籍逃走的移工，甲偷出来的贵重茶壳，用机车还是汽车搬运落山，想讲无人看到，刷起互警方的搜证镜头拢翕到。南投县马海埔富士山今年1月去山友发现有4丛美丽奇新木去山鸟鼠偷出，警方专案小组经过几个月跟踪，今年4、5月动员80个警力，伫中中投等17个地点所查，查到姓吴加越南籍姓黄的嫌犯带头的偷草集团。阮姓及吴姓嫌犯为首等23名盗伐集团，其中5名为越南籍逃逸移工。起出扁柏、红桧、萧兰等贵重木树瘤及艺品，总重量高达1363公斤。23人的偷草集团分工真有，先由姓黄等5个越南籍非法移工上山搭建工寮啊，偷草松梧、美丽去萧兰这贵重木材运送落山了后，才由本国籍姓吴嫌犯接手加工，销去中部艺品店。警方后续甲专案依照违反森林法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今年8月侦结提起公诉。民众盗伐贵重木，最重可处10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并科100万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罚金。提醒民众不要以身试法。
林业署表示，少年法2021年已经修法，偷错贵重木材相当会当处10年6个月有期徒刑，并可上悬2000万以下罚金，并呼吁民众卖买来源不明的木材产品。各月时阵认明台湾木材标章，才会当为源头甲断根。记者采访报道。南投有田仔头前台电的电缆，对5月到达伫埔里、国城和草屯等等的山区，是头前1000公尺的电缆嘛，影响到农业的用电。警方最近甲这田仔移送法办，台电嘛要来讨赔偿。另外，高雄基丁因为落雷光雨，有一搭造船厂的用价放弃去对着台电的线路，嘛造成3000多户失电。设定查甫人报名技术难检，骑车一直走，警员一路追捕，最后伫南投草屯的平林桥后优势警察查落来，车顶当场发现一捆210公尺长的电缆线，甲一支做案的工具。来，这支车你抓你起来嘛？你开，你开，东西啊，从哪里来？捡的。设定查甫人为5月以来陆续伫南投埔里、国城、草屯等乡镇，专经偏僻山区偷架台电电缆，影响农业用电，先后5摆犯案，偷超过1000公尺的电缆，总重270公斤，以每公斤220块卖出去趁钱。专案小组调查证据，最后伫8月中将伊逮捕。台电公司表示，后续会追偿电缆材料加时间费用。埔里分局以刑法窃盗罪嫌将伊移送法办。今年5月以来，该嫌疑人在本本体辖区内多次窃取台电电缆线，那累计窃得的电缆线长达1000余公尺，那重约270公斤，那将持续追查是否尚有共犯参与及赃物的流向。电火条啊，长期倒去，灾害现场如苍苍。高雄市基丁区日内下昼5点外，一场突然来的大雷雨造成一个造船厂的用价倒去，公海边啊住户的二支卡，搁较造成台电输电线路受损，总计3227户停电。迄风来哦，这用价规个拢个崩落，啊倒塌下来就这个电线杆就起火了，爆炸了，就停电了。台电人员经过规暝抢修，目前只存造船厂1户停电。日即早起，有员想要突破现场，路下的状况，重新救线架设，有个员工复电，有员爱一段时间。劳检处已派员前往检查，如查有相关违法情事，将依治安法裁处。高雄市劳工局表示，会派员检查工地，敢是有违法的代志。台电公司讲，灾害是大雷雨造成，未对业者讨赔。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中大街铁站线有民众反映讲，这观景台步道的铁环若摸着去互电着，也毋过边仔并无电力设施。市府是认为讲有可能是静电，会连外来设装置，避免有人去互电着。经人到台中的铁站线，望着景观台步道的栏杆，麻麻的感觉，互拢行一条。稍微有一点刺痛麻麻的感觉，这样子。你没有心理准备，一开始一定会吓到啦，对。就是没有预期到啊，对，就是你没有想说，你摸栏杆的时候可能会有触电的那个状况。不少人到台中大街铁站线调出公园观景台步道，望栏杆向顶观行，拢会发现有被电到的感觉。安尼情形到观景台更较明显，也向市府反映有疑似漏电的现象。市府风管所表示，附近无电力设施，或者是电线通过，会备电是因为静电现象。秋冬的季节，铁砧山的风是比较大的，那所以秋冬的季节，然后再搭配上你如果比较不下雨的时间，就是比较长时间没下雨的话，那天气就会比较干燥。那比较干燥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发生这个触电的现象，这样子。那个栏杆啊，就亮亮的，然后发上，不小心一碰，那真的是就是触电的感觉。台中市风管所表示，观景台甲栏杆是非2020年设甲即马推出是金属材料的钢管，拄着大小环境甲风吹力量，才造成安尼现象。秋天天气大小更较明显。物理老师指出，静电产生是正负电不平衡产生的负电转移现象。在栏杆上面可能累积大量的正电或者是负电，当我们人体经过的时候，不同的界面跟它接触的时候，会产生所谓的放电现象，就是我们感觉到电到的感觉。物理老师指出，是毋是去除掉环境的大小程度甲物理的绝缘性，拢会影响静电产生。建议民众用成望静电球，互体内正负电平衡，就用避免去电掉。记者综合报道。
英国4月初3大地震对花莲港嘛造成严重的灾情，真侪码头拢落落去，影响到上船挖港落货。为着要赶紧修复，港公司嘛开要5亿征收，也来做海底的调查，却发现讲在下底有真侪船鸥甲鱼仔，一声要征收，真正就要认真规划咯。这是去年4月初3大地震后花莲港受损的情形。当时外港区拢总9个码头地面建悬起来，也是塌落去，悬架差上悬70公分，这么大规模的受损要修理好无简单。我们是用微型桩的方式，从路上去打微型桩，把岸壁的消波电力块做一个串接，然后减少在水面上工作的一个时间。修复工程对港区水底做调查，竟然发现有50多种船鸥甲各种鱼类。要安怎一面修理码头，一面确保无影响水下生态，考验施工单位的智慧。我们就立刻的采取了相关的工程的回避措施，那去避免影响到整个珊瑚的分布。那并且在完工之后，我们也额外的又进行了生态补充的调查。那是花莲港内是安怎生态这么丰富？港公司嘛特别召开生态论坛，邀请负责生态调查的单位甲民众做伙讨论。东体它阻挡了台风的冲击是有一定的帮助。那同时它在人为的干扰上，因为是商港法所保护，那一般的民众或者是一些渔猎者啊，其实也都没有办法来到这里。调查团队要持续进行最后生态调查，港公司是希望这个花莲港的经验，会当互国内港区的工程，拢会当更加兼顾生态环境，通追求历史永续。记者采访报道。台北市府要试办智能机器狗，将正式公开，未来会负责道路巡检的任务。也毋过有机关是认为讲，这机器狗的制造商是中国的有治安的风险。也毋过副市长李树川是强调，这内底检测的设备、资讯传输拢是台湾厂商开发的无治安的疑虑。插国旗的机器狗日期正式出来，这是台北市用来巡视道路的智能机器狗。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也在面册发文小解新修判，暗过撮合台北市机关干事会质疑机器狗制造商是中国的武术科技有治安风险。台北市不知不觉把机器狗变成特洛伊犬引进台北市，无疑就是把台北市全都漏。台北市新港处表示，机器狗的外壳是得标的台湾厂商向中国武术科技买的，暗过内底检测设备的资讯传输，拢是台湾厂商家己开发整合，无治安记录。治安专家是提醒，若晶片本身设计有漏洞，也可能有资料泄漏、设备被监控，或者是控制记录。晶片层级如果被埋了一些木马或埋了一些后门的话，那这个它就有可能在一些你不注意的情况底下去收集资料，然后透过网络去做外传。原则上，机器狗只做载具，所有的上面拍照检讨这一个有关传信息的这个部分，都是我们国内自己研发了。新港处强调，因为国内研发机器狗，还无上协应用伫道路巡检的机器狗，厂商才会选择用即马话在区做平台，将资源集中伫核心检测设备，加开发 AI 技术。因为机器狗属于试办计划，但厂商无清楚资源问题了后，才决定是毋是继续试办。记者综合报道。中贵公司近期开3亿外研发高阶的当铺技术，说好进前的员工把技术偷摕去中国，家己地检署依照违反营业秘密罪起诉。专案是对这4人的前总厂长，也有4路的前组长来发布通知。上柜公司近期伫分林的厂区不时有车辆出入，门口也有招募工作人员的过时。因为 AI 产业当地积极发展，生产高阶当壁的金机，开3.5亿研发的高阶当壁技术，说互姓陈前厂长、姓张、姓林等干部偷摕带去中国。公司举报了后，家己地检署进行侦办，二次以违反营业秘密罪起诉专案。这类的案件，我们有成立相关的专组，由专业甲官来侦办这类案件，会从严来追溯这类案件，跟产业界协力来保护我们整个国家核心关键技术的营业秘密，维护我们国家的产业竞争力。法务部强调，对这类偷摕重要产业秘密，尤其是关系国家关键产业技术的犯罪案件，一定会严加打击。尤其近期主要生产高阶当壁，
那动标基板是电路板的核心材料，因为 AI 趋势近期股价表现真好，也是台湾 AI 产业发展重要的一环。国家的战力部分，他们可能有些人是有意的，要把我们的相关的一些3G 的产品带过去之后再研究，等于对他们的成长应该有关系了。不管你什么样的产品，你只要用到铜箔，都会用到它嘛。进去这一波的走势往上跑，我想跟 AI 概念股相对也是有些关系性啊。我想在整个关键营业秘密都要随着它的营收以及公司的成长，赋予比较多的关注。学者认为，最近几年，唔拿中国透过高薪抢人的方式，淘汰台湾3C AI 产业的关键营业秘密，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形，政府袂当疏忽。近期是发出声明，强调产品每一个制程，拢包括特殊的技术，较无模仿公司采用分散管理方式，妥善保护营业秘密，会继续推动高阶单笔技术发展，结合营业秘密甲专利的相同保护，为公司技术布局甲发展打下基础。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乐团推记者会抗议落瓦材料公司违法打压，因为构件留职停薪的女性劳工，而且这当事长是扶轮社的社长，乐团就要求检讨伊的行为，若针对打压的这项指控，公司到当时也无回应。大声喊口号求被捕条啊！27号早，劳团伫中华世界中心楼的楼骹召开记者会，抗议桃园北新扶轮社的创社社长，也是落瓦材料公司董事长的杨文智，打压一载含用 A 楼停的女性劳工，这是违反扶轮社的宗旨，要求扶轮社会室内检讨社长的行为。不合理的地方有很多，我在产后有发生一场通勤职灾，公司没有给我适当的工伤假，还强迫我要请留职育婴停薪，即将要届满的时候通知要支遣我。不管是职灾还是育婴留停啊，你都不可以随便的不让员工回来上班。对，那这个是有法律明确在保障的啊。那这位扶轮社的前社长杨董事长，他可以公然的违法。劳团表示，落瓦材料公司伫4月女员工用 A 楼停结束了后，表示无适合的工课互伊转来。伫7月13停止劳动契约，伫员工申诉性病甲劳检了后，才赶紧通知员工会使转来，想要甲代志压落来。针对家人洗头路的代志，目前也未收到落瓦材料的回应。本府已经受理劳工的申诉，目前的处理进度呢，将会在下个月进送性别平等会，由会议来审议公司是否有违反规定。劳动局回应，这个劳资争议的调解还阁咧进行，后个月会开性平会议，也强调照性平法的规范，除非公司关门业务减少，若无头家应该伫员工用 A 楼停期满，恢复伊原本的工课，无会罚20到30万，公布公司甲负责人的名。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进前才发生台师大抽血换学分的争议，即马各地体育大学嘛放逼出，有教授伫咧选手无签同意书的情形之下来做运动检测，校方是出面会室的，嘛强调会过来检讨改进。独立文科提升选手训练品质甲运动表现。体育署106年起推动文科支援计划，109年搁推文科辅助基层计划。立委范云今日公开相关计划初步调查结果，以文科支援计划来讲，195案内5成数是未成年受测，4成落地处理地震同意书，2成因案有送 IRB 审查。它不应该有一块涉及人体研究，而且有这么多是我们学校里面的体育相关学生，甚至未成年的人被当成是法外之地。国体大教授王尚兴最近红野出2017年到2023年执行的运动检测案，只有1件处理地震同意书。国体大表示，王教授伫计划执行进前召开说明会，互教练、选手甲家长了解协助内容甲执行方式，也毋过无处理个别选手的地震同意书，确实无法度完全防范选手袂当自由意志参与检测代志发生。后来真侪会主计划主持人也有同款的情形，为此表示失礼。真的是相当抱歉跟遗憾。用运科的这个导入，当然让教练知道，可是有的选手可能不见得要用啊，这是最大的问题在这边。文科导入训练毋是替运动检测来研究学生，国体大表示会激励教训，改进审查机制。教育部指出，伫台师大女子骹球案爆发了后，所有的文科计划拢已经暂停。
需要再启动的话，一定都要先送 IRB， 不是每个都需要做到采血。如果他们 IRB 认定免审，那基本上才可以启动。教育部表示，不管是文科人体研究，也是运动检测，都咧甲卫福部讨论严格的保障定数，伫机制完成进前，学校要搁启动计划，一定爱上学校 IRB 认定免审，通过定数才会当启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有环保公司甲其他的公司收各种的废弃物入来，毋过内面若是有液体、有水的，就会交互水肥厂；若是无色的，就倒入去经卖客，这乌心真是赚超过4000万哦。警察人员来到场地山区的非法弃置场，会当看到各种太空包，内底全拢是各种公司的报废品，像白色液体是营养补充品，也阁有土豆酱、生身躯灵，甚至药品，连几个药标拢有。业者真领有程度执照，所违法处理报废品。针对废药也出现有色水的交互水肥厂处理无色的排入金尾溪，向北部上百家公司承揽药剂、疫苗及清洁剂等报废品混水非法处理，并将产出之废液转运至水肥站及排入景美溪，造成环境严重污染。非法业者会当摕到上百间公司委托处理报废品，主要伫前下写报告，制作处理过程、过磅单，甚至水肥进场证明物件，无做的代志，拢会当写甲亲像有做，也互部分企业无怀疑。毋过从基尾也是互抓到。这份报告很像是真的报告，可是实际上我们专案小组去查的时候，是跟事实都是不符合的。那这份报告他们是提供给企业，然后去做税务上的处理。本案由桃园地检署、环境部警政署、桃园市环保局组成专案小组调查，报废品的废液会抽到桶仔内储存，各分有色无色分开处理。勘测的水肥业者也涉反悔惩罚，最后桃检总计起诉15人。4间公司法人，负责人因为恶性重大，检察官要求将当量刑。目前估计不法犯罪所得超过4900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有能源科技公司要伫咧中华宏远的稳内设光电房，拜三伫咧地方举办说明会。环保团体就指出，这间公司按算开发的地点是渔民的养殖区，而且要做高压光电厂，将有可能会有电磁波等等的危害哦。而且前一阵才发生风台闪断光电房造成污染，因无希望看到中华宏远正创第2个光电灾区。中华宏远有济市蚵仔、蛤蟆的养殖业者，有能源科技公司按算要来开发40公顷的渔电共生，拜三伫地方举办说明会。但是进前风台来闪断南部的光电棒，阁有地下水污染等等的疑虑，地方民众拢真烦恼光电棒一来对环境会造成影响。目前阮是感觉讲无介理想啦，因为台南有发生这件代志吼，规个拢会惊啦。我们顾虑的就是说，一地两用也许是 OK 的，但是万一水质跟环境出了问题怎么办？台湾的海夹水入来，旁边有那个万大白有林溪，整个水下去的话，对咱这养殖区是不是有产生问题？能源公司表示，这几年来因为气候、无地下水等等的问题，影响地方养殖业的收成。因这届要开发40公顷的室内渔电共生，会当较稳定生产，嘛要靠少年辈回来地方发展。光电棒的设置拢会经过结构的计算，民众烦恼的环境污染问题嘛，拢会照规定处理。那我们太阳板其实它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啦，因为这是南部，他们是水面型的哈，要强调他们建制温室的养殖场，因为需要经过结构计算，特别风台起来、强风起来，以太阳板黑白白。不过，环团指出，中华沿海乡镇这几年有侪能源公司来开发，有的为时刚开始就出现违规的行为，对土地拢有真大影响。能源公司表示，目前也伫咧办说明会阶段，9月11日有第2场的说明会，会一直办到地方有共识，才会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高雄的高山高小姐最近接有台湾狗来抢食，若有高山仔走入去炒早顿店内底，安尼车久人红，阁有高山的狗伫咧超商门骹口，但要抢人客买的物件，店家只好找师傅来斗3工，拢夹到放笼啊，要来炖高山仔。这2天有掠到2只，拢先送光去迄个动物园，准备找时间来送倒去山顶。
高山这间早顿店甲做好的早顿放伫门口的架仔顶，原底是要方便人客来买。毋过即天来的毋是人，是一只、两只，拢总4只狗。等到店员看到出来赶，已经规个车倒搭。附近民众讲，即阵啊拢固定有2只狗走来遮乱扫。除了早顿店，超商嘛是互狗母甲无法度，大家去找饲户斗3工，坑人啊长狗。开始是看到1只啊，后来就2只，再隔1个礼拜。就又听说是4只，不知道，但目前已经抓到2只。可能他抓到应该也是放回山上或是动物园那边去了，现在也是还在保护当中啊。学校的猴子有一直在往市区里面跑。坑遮大开人啊，大司机咧长狗，原底佫防误会是民众家己坑的。农业局讲，虽然台湾狗毋是保育类的，不过也是袂当黑白抓，只会当由公部门来处理。今年拢总抓到26只，抓到会先送动物园，才佫找时间放登去山顶。但是保育团体认为这是治标无治本的做法，应该要建立人甲狗正确的相处观念，才是正办。阮做一个像猕猴社群这样的感觉，阮大家吼讲哦，阮食物真种卖摕出来，窗仔门大家也顺得好，塑胶袋较尽量卖用的，安尼形成一个居民意识啊。如有相关需求，也可拨打1999，由本局协助派员前往。设置诱捕笼，协助捕捉或驱离。保育团体强调，台湾狗是保护社会，狗公大汉了后会离开原地族群去找新的所在。农业局放这只登去，会佫换一只来。要解决问题，就要会晓爱安怎甲狗和平相处。记者柯家朱超用高雄场报道。新竹新报进前发现有狗园内底10只狗互娃娃饿死，主人已经向医生发办，嘛因为无办通不登记，罚26万5。目前救出来的30多只狗已经全部送去到动保所安置。看到有人挖过去，随大声吠，另外一只是倒伫涂骹，看起来身体真虚。这几只拢是顶个月伫新埔，有人发现疑似互狗园主人虐待的狗仔。经过动保所带回去照顾了后，目前已经渐渐恢复健康。这是因为它会具有攻击性，而我们怕攻击，他们会攻击我们委托上去的志工，所以我们优先把它带回来。另外一只就是之前已经极度虚弱，然后送医的住院狗，然后现在它已经出院了，也回到我们所内去做安置。顶个月伫新竹有狗园发现虐待狗仔的事件，经过抢救，伫现场救出35只狗仔。新竹县动保所最近已经把空间清出来，准备把救出来的狗仔全部带回去安置。在原地的犬只还有32只，我们一个笼位可以关3只，所以基本上如果没有特殊的状况，我们需要11笼就够了。当然安置之后，全部收回来之后，所内的收容运人就会达成满载。然后我们动保所也是希望社会大众能够多多发挥爱心。果园的状况哈，目前我们每天都有派人喂食啊，然后经过这个2周以来，那个里面的犬只都明显的就是变胖啊，然后状况都还不错。动保所指出，目前收容所拢总有80个狗人啊，上大的收容量是240只。安置了后，收容所可能又搁是饱电的状态，所以也是期待民众发挥爱心，用领养代替买卖，领养这个狗仔登去饲。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今年是汉人开垦南投300周年，南投地方一间做皮的工作室，特别以地方文化元素来设计纪念 logo。南投市公所表示，因嘛继续透过旅行、旅个活动来推广南投。对清朝就有的南投花仔出名小食南投薏米，包括山红土种出来的往来。用南投遮的代表元素设计一个 logo， 伫南投做皮的工艺师，特别伫今年南投开垦300周年，设计多样办做皮的手工艺，希望加深大家对南投的印象。南投的这个城隍爷祭，是我们俗称小过年，所以这个在我们的意象里面，我们特别把它放进去。百年市场里面，这个意面其实在我们庶民生活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南投市公所表示，南投市有税部出场所、武德殿顶历史建筑、毛国正南电视院。过去的南投花仔产业嘛真兴旺，阁有袂输予南投小过年的配天宫、成风照景，这个拢是南投遮值得推广的文化。公所嘛办活动，希望予大家知影南投迷人的所在。今年拄好是南投市第一代
这汉人的祖先来到南投市开垦的300周年。过去伫咱南投市有真侪好的产业，比如讲这南投的这个陶艺未来咱嘛会继续来推广着各项的这历史文化。南投市公所讲，目前公所已经培训一批导览志工，未来会透过深度旅游行程、活动等方式推广南投市的历史文化甲产业特色，希望吸引人丁来南投游览，带动地方的观光发展。记者辛兴怡南投报道。安尼，比斯山区温度升高的速度是全球平均的2倍哦。随时5月底发生永冻土氧气土石流，是甲规个庄头淹掉。也若意大利北部的山顶冰河，嘛有真侪拢氧气。当局是风山的监控，所引起居民也有旅游业的不满。意大利库马耶店的瓦尔费雷山谷，伫阿尔卑斯山上危险的山卡。是欧洲较有名的登山初级景点。山谷顶头海拔2600公尺的普朗平修冰湖，因着白浪风正强的山壁，敢若瀑布共款挂伫咧半山顶。这几年因为气候暖化，冰山甲永冻土扬甲正紧，和冰川的结构正无稳定，出现崩倒的危机。去年开始，冰川的活动就正接，有可能一天就烧毁10公分较低。Can be potentially dangerous for any gravitative phenomena. Could it be avalanches in the winter? Could it be mud flows, debris flows in the rivers, or eventually glacier collapses? 科学家用无人机摄影一个雷达系统，24点真久追踪冰河的速度加变化。2020年加2024年就把通报冰川异常的损毁。古马耶市政府是甲瓦尔费雷山谷封起来，疏散当地居民也有爬山游客。市长罗塔讲，为了安全，有当时也是会做一寡大家较无介意的决定。不过，靠登山观光业伫咧生活的居民是希望卖管制伤多，经济甲自然就要找一个平衡点。Viviamo in una società molto più rapida dove si vuole fare tutto e subito e nei giorni prestabiliti. La montagna ha i suoi tempi, la Val Ferret, io lo ricordo sempre anche a chi ha le attività e le case, è un po' come essere su un'isola. Quando c'è il mare mosso i traghetti non partono e noi dobbiamo essere consapevoli che in montagna quando nevica che non esiste, il rischio zero non esiste da nessuna parte, tantomeno qua. Ecco, sull'altare di questo principio si attuino misure eccessivamente restrittive che indubbiamente penalizzerebbero tutti. 安全山岳基金会讲，10多年的监测是也无观察到重大崩倒事件。不过气候暖化情形继续，风险也愈来愈增加。今年5月底，随时就发生冰川顶头的永冻土崩倒、土石流下来，甲规个村拢呆掉的事件。好佳在迄当阵有监控，即时发警报，疏散民众，无造成伤亡。不过也互人看到阿尔卑斯山区的气候危机严重性。用科技精密的监控、收集资料，唔但是当帮助了解环境的变化，对设计适当佮有效的安全措施也正重要。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辑。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26度至35度。中部地区25度至35度，南部地区25度至35度，东部地区25度至32度，所在外岛地区27度至34度。过来是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乡亲收看《早起新闻》，咱明仔载再会。